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新能源汽车。9月10号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6个部委联合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直指汽车行业中的非法牟利、夸大和虚假宣传、恶意诋毁、攻击等网络乱象。大家也知道近年来在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充斥着黑公关、黑水军，对吧？在网络上十分猖獗。当然了，这些黑公关、黑水军背后，那都是各种利益相关的。在一家知名短视频平台内部官方报价网站，有人发现粉丝在60万的汽车博主单条1到20秒的视频商单报价在18000元，21秒到60秒的商单报价26000，60秒以上的商单报价38000。知情人表示黑商单的报价会比这更高。这些汽车博主这些黑公关他们就是哪个品牌给他充钱多，他就捧哪个品牌，哪个品牌不给他充钱，他就裁哪个。这个才叫网上黑社会。某些虚假测评甚至会赚出数百万元。这个可以说是新能源行业的一个乱象。咱们看视频。主播财经，我是央视财经主播张琳。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能源汽车的黑公关。9月10号，工信部、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6部门联合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直指汽车行业中的非法牟利、夸大和虚假宣传、恶意诋毁攻击等网络乱象。近年来，黑公关、黑水军在网络上十分猖獗，严重扰乱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是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视频，一辆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发生撞击，爆炸起火，而另一辆停在那儿被轻轻撞击就发生自燃。两段视频都指向了蔚来汽车，累计的点击超过1亿次。但调查发现，两条视频都是假的。第一条是国外的一起交通事故，被人移花接木，而第二条假的就更彻底了，根本就是人工智能合成的。借用技术手段批量化生产谣言是黑公关惯用的手法，对相关汽车品牌的造谣数量往往数以万计，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影响极为恶劣。黑公关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虚假测评。在这项针对小米汽车的碰撞测试中，网络博主称汽车碰撞后电瓶断电，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但调查发现，在测试开始前，电瓶就被人为断开了。这名博主及其同伙多人最终因涉嫌恶意抹黑小米新能源汽车被依法缉拿归案。在走访调查中，我们的记者发现，相比造谣抹黑低廉的成本，澄清一条谣言往往费时费力，成本高昂。面对黑公关集团化作战的进攻，清者自清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企业深受其害，又被裹挟其中，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逼近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不能有效应对黑公关、黑水军，伤及的将不仅是1家2家具体的车企和品牌，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整体前途命运。这次6部门联合专项整治行动，除了依法快速处置一批参与汽车行业网络乱象的媒体账号外，还将深挖打击背后的公关公司、营销公司以及购买服务的汽车企业。同时要求网络平台企业深入自查自纠，加强对采用 AI 技术的网络水军、黑嘴的甄别管控。我们也期待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所有的车企以及网络平台都能够担负起各自的责任，割除黑公关毒瘤，为中国汽车发展构建风清气朗的产业环境。那对这些黑公关、黑水军，对吧？果断出手，该抓的抓，该罚的罚，该坐牢的坐牢，这个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尤其是那些用人工智能 AI 编造，对吧？谎言和这个谣言去攻击一个汽车厂商，这个是绝不能容忍。所以说，对黑公关黑水军这个绝不手软，这个是应当采取这个严厉的个态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跟正常的批评监督那要严格区分开，对吧？靠造谣去诋毁一个品，对吧？
吧？说这个品牌不安全，说这个品牌一碰就起火，然后就是怎么样？这个靠造谣啊，那这种是不能容忍。但是啊，作为媒体，对吧？作为自媒体，作为博主，有没有权利对这个新能源汽车进行监督？哎，监督的界限在哪里？哎，这个我觉得啊，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哎，好比最近对吧？这个罗永浩跟西贝啊，就预制菜的事情发生这么多争议，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你只有这样啊，才对预制菜这个行业，甚至餐饮行业是一个促进，对吧？让消费者放心。但是那你能说罗永浩是黑嘴吗？罗永浩是网络黑社会？显然这不同。为此要把罗永浩抓起来，那更不同。所以我说啊，就要区分网络黑公关、黑嘴，对吧？黑水军和这个正常的监督。如果你把什么都化为网络黑军，对吧？水军，那就打压了监督，这个也不利于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行业的。但是对那些造谣的，对吧？这些是不能手软。但是在我的角度来看啊，我认为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厂商，它自身有着更多的问题，对吧？我们以特斯拉为例啊，这个在前几年，对吧？特斯拉呢是受到各种诋毁，哎，特斯拉怎么办呢？他拿起法律的告，是吧？他告了很多UP主，告了很多还有那个维权的，对吧？事实证明，特斯拉也告赢了。当然，特斯拉这个告的这个诉求啊，动辄赔500万、200万，我看好像这个法院都没有支持。哎，特斯拉赢，但是呢，好像赔也就赔10几万、20万、30万，或者我没有全关注到啊。曾几何时啊，中国网络上面、媒体上面，新能源汽车就2个牌子，一个叫特斯拉，一个叫其他。在大马路上、高速公路上，只要看到有新能源汽车车报道，就2个，要么就是特斯拉，要么就是其他。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对吧？现在你看啊，很多视频显示啊，这个大马路上、街上，只要有新能源汽车出现故障、事故、起火等等啊，马上就有人第一时间用车衣啊把那新能源汽车罩起来。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千万不能把新能源汽车惯成说不得，对吧？监督不得，这样的温室的花朵，实际上对新能源汽车行业没有好，对吧？我们一方面要打击网络黑公关、水军这些黑，对吧？这些造谣，但同时啊，我们也要反对新能源汽车这些厂商过度营销、过度宣传这些乱象。中国广告协会啊，2025年9月5日，人家发了一个评论，坚决对无底线的汽车广告营销踩下刹车板。现在啊，我们要整治这个网络这个乱象，这没毛病。但是对这些汽车厂商的这种过度营销、无底线营销，有关部门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呢？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给消费者提供了很多更多选择和更好，成为广大消费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一些汽车厂商在广告和营销宣传中问题也引起公众质疑，如片面强调辅助驾驶功能，使人误解辅助驾驶就是自动驾驶，夸大自动驾驶功能，称可以在多种路况下实现自动变速，使用中却存在诸多限制，刻意掩盖导航系统存在技术缺陷，甚至错误指引的汽车安全关键信息，宣传满电状态下续航935公里，实际在相同条件下只能达到600公里。更有甚者，完全罔顾事实和生活常识，编造虚假信息。比如某智能汽车品牌宣称时速200公里瞬间刹停，某品牌智能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一辆家用汽车迎面撞上一辆8吨重的卡车，结果是卡车被撞得4轮离地，车厢弹起，虚假到神剧都不敢这样编。汽车需要广告和营销传播，而且是广告和营销传播投放品类大，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之下，借助于广告和营销宣传，展示品牌实力和科技创新成果，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汽车爱好者关注，扩大销售，树立形象，这正是汽车广告和营销传播的价值。但是汽车厂家、经销商、营销机构千万不能忽略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底线，要给正常的广告和营销传播系上法律的准绳。这个是这个中国广告协会啊，人家对这个现在很多汽车厂商无底线营销，对吧？一个评论。所以我说啊，这个新能源汽车打铁还是自身，很多问题啊，恰恰是他们自身引。也就是说啊，给那些黑公关、水军、营销账号充钱的又是谁呢？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对吧？你没有人出钱，他在那黑，他有什么利益呢？还是有人给他钱，那谁给他钱，对吧？问题还出在他行业内部。那为什么会，对吧？有厂商之间互相拉踩？实际上说来说去啊，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我们都差不多，对吧？你是大冰箱，我也是大冰；你是大彩电，我也是大彩电；你能吃火锅，我这也能吃，没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对吧？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没有自己的护城河，大家都是高度同质化，对吧？大家瞄准的用户都是同一个群体，那只能是互相拉踩。正因为他们这些互相拉踩，才给这些网络黑嘴、水军、黑公关，对吧？有了可乘之机。你花钱买这些黑贼说好话，那我就花钱买他说你坏话，都是花钱。所以说啊，这个我觉得新能源汽车厂商啊，更值得注意。
对吧？要正视这个关于新能源汽车啊，这个第一财经日报啊，它一个报道，它这个报道就比较深刻，叫谨慎看待僵尸企业死而复生。也就是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经到了一个淘汰赛，生存而战，对吧？有很多企业它只能被淘汰，因为咱们产能过剩。你看看刚才，对吧？这些主机厂商之间的这种竞争啊，对吧？大家都要花钱在营销上，甚至导致这些黑公关、水军、黑嘴有了生存空间，也说明它竞争加剧嘛，卷，那就很多企业自然而然就会被淘汰。但是现在呢，第一财经说啊，居然有很多倒闭的车企啊死而复生，你说这叫什么？它死而复生不就产能又增加了，对吧？这个参赛选手又多了，又的激烈竞争，环境又的恶化呀。这个第一财经这么说的啊，他说最近的车圈不可谓不热闹，最新的消息来自停摆已久的威马汽车，随着重整投资人到位，该公司正打算开启新一轮复工复产，目标甚至是100万辆，就搞这么多车卖给谁呢？产能又增加了。他说不过威马汽车负债高达260亿元，而重整投资人深圳祥飞注册资金仅1亿元，后者的关联方宝能汽车也早已陷入发展。还宝能汽车的这个现状跟恒大汽车没啥区别吧？姚老板的类似的消息还有很多。破产清算中的众泰汽车遭遇股票与工厂全部流拍、无人接盘的残酷现状。今年4月有消息称，恒驰汽车正积极筹划复牌事宜，也就是那个恒大汽车啊。该公司称不懈努力，继续寻找战略投资者或买家。而哪吒汽车在此前传出中东资本1亿美元接手后，再无下文。实际上，这些企业早就该退出游戏，越耗浪费越沉寂多年后，不仅难以彻底破产，也无法真正起死回生走向市场。车圈内有人戏说，想留在牌桌上难，想下牌桌也没那么简单。为什么没那么简单？也就是为什么让他死还那么难呢？破产清算呢为什么那么难？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第一个啊，地方政府救援扶持在发挥作用。整车制造一般是产业链主，关系到民生、就业、税收以及产业发展等当地的经济脉。也就是说，从汽车行业来说，这个汽车厂商就应该倒闭，它已经没有继续存续的必要了，它已经被市场淘汰了。但是对地方政府来说没那么简单，对吧？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投入，往往关系到什么 GDP， 关系到民生，关系到就业，关系到税收，还关系到地方的什么产业结构。你要知道啊，地方为了扶持这个汽车厂商，他说不定还上下游还搞了好多配套啊，扶持了很多配套。你这配套是围着这个厂商做的，这个厂商黄了，那些配套也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厂商，那对地方政府来说看到的是一片，对吧？一个面，你通过厂商这个点，他这个一面都没了，你说他要不要救？所以这就是一个怪圈啊，乱。所以这个地方政府还成立专项工作组，甚至在考虑提供复工复产贴。大家记得恒大汽车吧？恒大汽车在天津的工厂，那地方政府那是花了多大心血啊，让他投产，对吧？让恒驰量产。结果呢？那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投入那么大的资源精力呢？所以这个啊，第一个这些品牌啊，是首先政府是不愿意他倒，政府还得玩命的找其他的接盘方来接盘，让他能继续赚下去。你这个股东不行了，那他换个，对吧？找战略投资者。也就是说，你这个厂商可以输，可以倒闭，但是地方政府那个全盘计划、整个产业结构、整个经济，它不能输啊，这就是真相。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某些赌性极强的资本在持续性，这个好理解啊，就是这个企业不行了，那总有些人来占便宜，对吧？你这不行了，我拿几千万来玩一把，看看能不能把它玩活，赌嘛。万一我一接盘，哎，我来3下5除2盘活了，或者是达到一个条件，我再把它卖给更有钱的人，对吧？我一下赚个10几倍，我就走了，我再引一个更有厉害的，对吧？或者我把马斯克叫来，我这举个例子。所以还有很多资本，他为什么万里愿意参与进来呢？实际上就是赌下一个接盘的冤大头出来。万一华为要自己造车，对吧？我把我这个整个的生产线卖给。纵观僵尸企业背后的资本来头，多数并不具备产业链协同的，有些甚至自身难保，要么寄希望于稀缺资源造车资质能起死回生，要么试图如新故事能带来资本市场的估值讨喜。我刚才说了嘛，无非就是要讲故事。市场成王败寇，车企破产无可厚非，但寄希望政府扶持、资本进入以及管理卷土重来，恐怕难如登天。同时，原本企业信用已经丢失，一大批车主维修无门，若东山再起，又会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信任？中国汽车产业早已走过了
了用 PPT 讲故事拿风头的时代。抛开比亚迪、吉利等造车巨头不谈，魏小李等造车新势力也早已走上资本市场，技术力量、产品能力、财务报表被全球投资人翻来覆去详细审视，甚至吹毛求疵。头部车企也都或多或少的拥有自己的护城河，要么具备垂直整合能力，要么具备制造技术先发优势。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和竞争力，空有一个造车资质，绝不具备参与市场的能力，也不具备为投资人负责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减缓对僵尸车企的出清速度，甚至进一步扶持复活，不仅违背了市场规律，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更可能延缓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你讲这个道理，地方政府是不会听，因为他有他的诉求，对吧？你整个汽车行业升级，那跟某个地方政府有啥关系？人家有他的政绩，有他的 GDP， 他的税收，对吧？他要给公务员、给老师发工资，他要解决那么多人就业。这个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说他说眼下中国汽车工业已经到了去产能、挤泡沫的时候，我国汽车品牌数量高达120多家，甚至有不少企业收入大量政府补贴，月销却难破1000辆。有专家预测，中国汽车品牌最终只能剩下15家左右，多数品牌将被迫。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甚至表示，即便剩下20家整车厂也太多了。那现在是120多家品牌未来只有15家，甚至15家都不够不足那你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还是要关门或者被整合、被吸收。这个残酷的现实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一场供给侧改革，不妨从这些僵尸企业开始。回望2016年前后，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过剩严重，我国政府通过行政限制、取缔落后产能、环保倒逼等手段，强制压减上亿吨级的过剩，成效显著。如某 A 股化工龙头受益于当年供给侧改革、环保标准提高和落后产能出清，中小厂商的劣质产品退出市，该公司股价5年10倍，研发投入也连续5年增长15%，甚至2025年年中，该公司已累计分500亿元。是这样子的这些僵尸企业退出市，对吧？这个产能要压降，这个道理是对的对吧？我们要压产，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们现在2025年跟2016年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2016年对吧？那个时候房地产还可以，也就是你对那个什么煤炭、钢铁对它去产能，因为房地产还可以，所以你那边做手术大家还感觉不到，对吧？你现在是整个房地产业经济都不行，这个时候如果你动作太大，在新能源汽车这儿开刀动作太大的话，地方政府他受不了。以前地方政府可以卖地，对吧？你不让我开煤窑是吧？你让我停是吧？比如说河北唐山那个很多小型地条钢炼地条钢的那小型钢厂全部关门没关系对吧？我们多卖2块地钱就有了，对吧？给大家发工资，房地产市场搞一搞也能容纳很多就业。也就是说政府腾挪空间比较是吧？你上面来个政策，那好关。那现在呢，对吧？你让地方政府说把你那个车企给关了，人家上下游多少人，对吧？多少投资这里，完了这个人家指着这个收税，大家发工资，你让他再卖地，他卖不了了，对吧？这个企业一旦停下来，银行贷款，对吧？国有资本在里，从哪儿回来？所以我说此一时彼一时，对吧？不能刻舟求剑。你现在这个条件下，确实让地方政府说，你把这个企业不行了，把它关掉，它有很多国有资本在里面。那这就好比那个深圳，对吧？你明知房地产市场不行，他还要玩命的救万科，对吧？真金白银往里扔，那按道理说，你政府不应该救他，你救他干啥？对吧？市场化，该暴雷。所以说你要能理解深圳政府救万科这个决心，你就能理解这些地方政府不让这些车企倒闭，对吧？还要想办法去救，逻辑是一个逻辑。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它有其他的增长点，那它或许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这块出清恐怕就动作大一点，果断。所以这个文章说加快僵尸车企退出市场，让优势资源得以重新配置，那些土地、设备、人才一旦从低效企业释放，完全可以在市场引导下流向更有价值的领域。与其消耗资源维持僵尸企业的虚假生命，不如将有限的政策、金融等资源投入到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产业集群中。这个道理都是对的逻辑都是，但是时机够呛，那操之过急，那恐怕就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今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要求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这意味着不仅要避免重复投资地方保护主义，也可能需要地方政府主动削减或撤销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措施，畅通僵尸企业退出通道。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与淘汰，淘汰是有正的，但并非无解。你就是说你讲的这个道理是对整个汽车行业来说的，但是你对地方政府来说，人家不光要考虑汽车行业，他还考虑什么民生，对吧？就业、GDP、税收、上下游，考虑的出发点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
为什么这个咱们新能源汽车它的难处啊，就大家都知道产能太多了，要削压产能，但你压谁的产？最后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啊，这个是财新网报道，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整个的汽车行业这个要实行60天战期，这个已经几个月过去，当时是各大车企纷纷承诺表态，有的连夜表态要坚决拥护，对吧？60天战期，那现在这到底怎么情况了呢？这个财新网报道啊，他说60天战期承诺执行尺度不一，中汽协发布规范倡议，经主管部门指导，国内主流车企曾于6月陆续做出对供应商付款60天战期承诺，不过账款支付涉及环节多且流程复杂，各车企供应链管理体系存在差异，执行过程中出现尺度不一的。他这个报道很长啊，咱就不需要去了解这个了，就是通过这个报道就知道，当时6月份呢，各个车企都拍胸承诺，实际上也就是他们预留了各种解决方案，也就是对吧？你要60天行，我给你搞60天，但实际上呢做不到啊，因为各有各的困难，那就做不到怎么办呢？那就各有各的解释，对吧？有的从这个验收环节，对吧？你把货送来，哎，你这个货我都已经用上了，但是我说还在验收，还在验收的话呢，我没办法给你算到底要付你多少钱，这个过程可以拉长。我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那个验收完了，我再给你开单子，这个也可以拉长，对吧？最后付款是我60天给你付，但那个支票上面写着的吧？你得多少天之后才能去。总之就是各个环节人家可以玩这些，做这些手脚。正因为这样，对吧？所以说60天战期这个肯定是执行的不太好，没有达到预期。所以说中汽协啊，他没办法又出来发布规范倡议，就是大家咱们能不能认真起来，对吧？把这标准统一起来，真正的做到给上下游啊60天战期，不要玩这些文字游戏了，就这意思啊。所以9月15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文指出上述问题，就是那一大堆问题啊，各个厂家的标准不一样啊，并针对性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也就是先把规范建立起来，咱们别玩这个障眼法了。中汽协称，该倡议是在深入调研且广泛征求产业链上下游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形成，旨在支撑车企践行账期，也就是这前2个月大家都没有实现这个承诺，各自理由都反正都不一样。那现在中汽协说，我经过调研，对吧？我们先把这个口径这些规范给它制定出来，然后大家都按这个来，然后真正的实现60天战期。你中汽协出了规范是吧？同日，东风汽车、长安汽车、广汽集团、上汽集团、奇瑞集团、比亚迪、赛力斯等等啊，第一时间陆续表态响应倡议。你看看，反正你上面说什么我都说做，我就响应。但是最后呢，反正达不到预期，对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也就是说，60天战期，我们再过2月看一看到底做的怎么样。反正现在肯定是没有达到预期，等到真的达到60天战期，恐怕又有一些企业扛不住了，对吧？要被市场淘汰。我们新能源汽车说来说去就3个问题，我们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无序投资，对吧？这是跟地方政府有关系，大家都想进这个赛道，大家都想分一杯羹。有很多地方政府、很多省会城市啊，就是没赶上这一波，是不是现在都落后了？很后悔。第二个就是车企没有核心竞争力，同质化严重，对吧？大家没有自己的护城河，即便有护城河，那也是因为它占的市场份额大，它的体量大，它以大，对吧，来成立自己的护城河。但是我们都应该知道，大不代表强，大有可能是虚胖，对吧？那恒大暴雷之前还大呢，排第1呢。所以这个第二原因啊，就是车企没有自己的核心，这个就是护城河啊，同质化太严重，那就导致这个竞争激烈，一竞争激烈，一内卷加剧呢，什么手段都有，不就这么道理吗？互相抹黑，互相攻击，对吧？专找下三路。第3个原因就是还是内需症，对吧？当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天花板，不再增长的时候，那压力就大了。说来说去就这么3个原因，这3个原因都不好解，对吧？短时间内啊，你很难解决。所以说新能源汽车这行业，对吧？这个大变局，这种淘汰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正在加速到来。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